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收睇一家人興趣班，我係芬妮啊。我今日呢會教大家整一對好靚嘅耳環嘅，咁事不宜遲啦，而家馬上即刻開始教大家先。好啦，我呢隻 Halloween 耳環呢，首先呢就攞粒珠仔啦，穿落去支9號針嗰度先啦。之後呢，再穿落粒星星度啦，然之後星星個頂呢，再穿粒珠仔落去先嘅。剪去多餘嘅部分。跟住再套上面嗰個耳環嗰個耳環托啦，然之後閂返埋個圈仔。而星星嘅另外一邊呢，首先開咗個圈仔佢啦，然之後呢，就將嗰個 Halloween 嘅牌仔呢就放上去，跟住呢就閂埋個圈仔，咁就完成咗其中一隻㗎啦。咁之後另外嗰隻呢嘅製作方法呢都係一樣嘅。好啦，咁呢一對 Halloween 嘅耳環呢，咁就完成㗎啦。
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